者，无以上之。物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驾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。我谓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失之人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耻恶一恶十则，未足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乎？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生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公之不殆也。子曰：以约失之者，鲜矣。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事君硕，斯入矣；朋友硕，斯疏矣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卢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俱超生。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
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两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磊安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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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。后学今天导读到这边，大家晚安。好，主任好棒哦！谢谢。结案前贤。感谢点师慈悲。大家晚安。谢谢雷安讲师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
哦，谢谢晚安，晚安。师哦长时间为大家的慈悲服务。哦，感恩感恩，点谢传师谢晚安。谢谢大家愿意一起回向诵经回向哦，晚安。很优秀，晚安，很优秀，前贤晚安。点传师晚安，感恩感恩，晚安。晚安哦。哦，感恩感恩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简经理，简经理晚安晚安，感恩感恩，晚安了晚安了，晚安晚安，感恩哦，感恩感恩哦，哎。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